若检举交通违规是无奖金的哦，但是民众检举的量也是真多。台中市就议员调资料，发现台中市去年交通罚单的收入竟然超过15亿。议员是来痛骂警察抢钱。警方讲交通违规的案件有7成6，确实拢是警察告发的。也毋过另外有2成7是这个民众来检举的。民众检举的案件有袂少是恶意，或者是报复性的检举，这警方拢会一件一件来审查，但是也是希望政府会当订定相关的法令，减少着检举的乱象。规岛顶的罚单装入去批笼，准备要寄予民众，收到的人一定心痛。台中市有议员找出资料，讲警方去年罚款的收入超过15亿，痛骂抢钱。晚上骑车大灯没开，然后他跟上来，然后就是我就说我不小心忘记了。有时候是蛮夸张的，尤其是他们有时候是躲在暗处，就是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。台中市交通大队的统计，交通违规的案件有7成6是原警告发，2成4民众检举。今年度到单，民众检举的案件就高达50多万件，其中4成多无成立，有6成多，大约30多万件成功来告发。检举数量多，当然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同仁在勤务以及工作量一个很重大的冲击。警方讲，每一届接到民众检举的案件，拢会严格来审查，看是毋是有符合检举的内容。虽然检举交通违规无奖金，但是民众检举的案件实在太多了，包括报复甲恶意的检举，所以业务量大大来增加。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定出相关的法规，约束检举的乱象。